過完冬至幾日啦，咁大家都知道冬至咧係夜晚最長嘅一天嘅，咁呢個時嘅陰氣咧亦都係達至頂峰嘅。咁我哋而家呢個時期咧，正正處於2025年去到2026年嘅太歲節氣期喎。點講咧？就好似公司而家換緊老闆，季節咧而家換緊氣候一樣。呢段時期嘅磁場咧係唔穩定嘅，氣場一亂咧，人嘅情緒啊容易起伏啦，波動啊比較大嘅。本來就狀態唔好嘅人咧，個理智線咧更加容易話斷就斷啊！突發嘅狀況咧會特別多，咁喺能量學上邊咧，陰氣咧代表着咩咧？代表着隱藏嘅情緒、壓抑嘅憤怒同埋晦暗嘅念頭啊！咁呢啲平常被壓住嘅負能量，喺呢啲節氣點上邊咧，係最容易浮出水面嘅。加之出年咧，又係火氣非常之旺氣嘅赤馬年啦，咁燥熱嘅火咧，遇上壓抑嘅一點點火花，就好容易引發呢個衝突啦。咁而家咧又接近呢個農曆年關啦，都係傳統嘅還債月啊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壓力啦，譬如經濟壓力啦、工作壓力啦。呢個集體嘅潛意識咧，其實係焦慮且緊繃嘅。咁當你行入呢啲擠迫嘅人群之中咧，就好似進入咗一個高壓煲裏邊咁啊。如果你自己嘅防護罩係唔夠強嘅咧，就好容易俾呢一股集體嘅煩躁咧就衝撞到啊。呢度分享3招咧，大家出門必要嘅防身術啊。咁第一咧就係相信你嘅直覺。出門之前咧，如果眼皮猛咁跳啊、心慌啊、胸悶啊，咁到咗現場覺得唔適啊、不舒服、頭暈啊，請相信你身體嘅信號，即刻離開。咁第二咧就保護你嘅陽氣啊，可以戴頂帽啦，保護呢個頭頂嘅百會穴啦，戴口罩啦，減少呢個病氣同埋晦氣咧吸入啦。咁着一啲比較鮮色嘅衫啦，咁大衫啊、內衣呢啲可以係紅色啦，可以提升自己嘅能量磁場噶。咁第三咧就隨身結界啊，帶一啲防身嘅用具啦，鈴鐺仔啊，或者係佩戴一啲咧護身符啊、黑碧璽啊，總之係可以護身同埋結界嘅嘢啦。咁心理上邊咧就建立一道咧安全界限。咁大家亦都可以使用自己嘅陰差咧，幫自己嘅環境啊、自身啊進行呢個淨化嘅。就算呢個世界幾咁混亂，我哋都要將心穩住。願我哋咧，大家都可以出入平安，成為自己最安定嘅力量。